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7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昨伫咧宜兰打开一间做金纸的工厂熊熊火烧，因为仓库内底有囤真侪纸料，这火是烧甲正猛，也佫有直直发出鞭炮的声，加载是无人受困伤亡。因那业者是怀疑讲，可能有人乌白弹昏头，才会引起火灾。伫咧稻仔田边即间工厂导火，乌烟窜到天顶去哩，还佫听到炮啊爆炸的声音。伫咧宜兰打开4街路的即间金纸工厂，昨尾暗6点外导火，仓库内面载真侪金纸，而且敢若是有放一寡炮啊伫咧内面。火毋但是愈烧愈大，伫过程中还佫几路边看到火光。民众看到导火了，本来想要去给拍花，不过火势炭开，未火救。我们想说下来看有没有东西，赶快把它灭掉。就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温度很高，旁边一台摩托车，我想去把摩托车牵过来，已经热到我没办法靠近了。消防人员看几条水线拍火，也出动大型机具要甲门斩破。不过因为现场的温度正悬，内面的铁皮拢已经扬起，火机也倒甲规涂骹，到暗时8点外，火阁熄掉的。消防队用红外线镜头探勘火点拍火，业者怀疑是有人乱弹昏头，去烧到蹲伫咧外口的物件，火才会倒起来。好在在现场无人伫咧内面，也无人伤亡。要若导火原因，也佫有财产的损失，也佫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年的第3号风台金度风台凯美伫咧昨形成，咱上紧可能拜2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预告这个风台伫咧拜3、拜4会上挖近台湾，而且到时阵可能就会变做中度风台啊。专家表示，拜1若是看到这个风台上北往日本宫古岛的方向行，对台湾的影响就会较大。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个周末拢是温度真悬、真热的天气。而屏东甲台东，还有台北信义区，拢有超过37.7度的高温。因为菲律宾东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20下晡加做今年第3号轻度风台凯美，按算下礼拜2早起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台风它的外围环流逐渐的开始影响到我们，所以水汽会明显的增多，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周3、周4这2天，台风是最为接近我们的，所以届时呢，在台湾的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都是有阵雨或是雷雨的现象。气象署指出，凯美风台路线有变数，下礼拜2要注意沿海有长影，到下礼拜3、下礼拜4也是凯美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间点。因为台湾带来风雨，其他气象专家指出，目前伊是向西北西方向行，下礼拜2是观察风台路线的关键点。用预测模式来看，有可能朝向宫古岛东边方向行，另外一种是向宫古岛西边行。那凯美路线继续向西边行，对台湾影响就会变大，呼吁民众要提早做好准备。这个台风如果是越往西，对台湾的影响当然就越大。应该达到中度的台风是非常这个机会非常高，乃至于中度接近强烈。专家指出，凯美风台未来转做中度风台记录员，要密切观察路线加所震动的速度。在南海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可能加做风台，朝向海南岛方向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不过，因为甲凯美风台离较远，加做相台效应的几率无悬。记者综合报道。伫咧19拜5暗时9点外，台北市的松山区市民大道4段熊熊有96号失电，这是因为台电的地下电缆线负担伤过头，烧气所造成的。经过台电的抢修，到昨中昼12点外才恢复全部送电。不过想袂到昨暗这个所在却又搁失电，或者餐厅的业者甲居民是拢真无奈。19暗时，多是1月暗暝，餐厅生理上火时阵，不过台北市松山区市民大道的店头算是乌麻麻，原来是因为台电地下电线烧害造成停电，部分店头真无奈，只好休困。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家店家完全都不能做。对啊，有冒烟，有绕味道。
台电第一时间去现场抢修。19暗时11点52分，60号先来电暗5村的36号，因为现场需要挖开修理线路，超过12点钟电拢无来，部分餐厅业者20早起只好伫黑暗当中经历环境，望望电赶紧来。东西都拿去别家店订了这样子，不过没办法啊，我也是可能第一次也遇到这种的吧。当然困扰啊，尤其那个小孩子呢。1岁多了，没办法，受不了。停电民众表示，最近真热，停电很热甲规暝拢失眠，规气徛伫外口关心台电抢修进度。中回台电抢修的现场，地下电线小甲乌麻麻，除了换电线，也要搁重新将乌块路铺好。主要是它的地下电缆这个负载过高，应该是有点烧损。那因为它是地下电缆，所以它必须要整个把这个马路开挖之后，才发现那个停电事故的点，那必须两边去接挖、去接线这样的，所以它确实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台电表示，经过规暝抢修，已经伫中昼12点53分电全部来啊。暗过这停电造成民众个点头无电超过12点钟，无方便甲损失，恐惊爱家己吸收。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民进党伫咧今仔日要举办全国党代表大会，改选中执委甲中常委，这也是检做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上任以来的头一届全大会，党内派系权力可能会大调整。目前已经知影前总统蔡英文袂参加，不过前总统陈水扁会亲身到场。再来看自由时报。巴黎奥运开幕式会伫咧台湾时间7月27日半暝1点半左右起鼓。体育署长宣布，咱的代表团会由羽毛球的选手戴资颖甲霹雳舞的选手孙瑾来做将旗官。不过，若阵戴资颖抽到第一天就爱上场比赛，因得搁找其他的人来将旗，互戴资颖会当好好准备比赛。落尾是中国时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礼拜要伫咧辽国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见面，强调美国甲中国需要对各方面来沟通，因嘛继续甲中国施压，安尼台海就愈袂发生危机。美国的特中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嘛讲，因要拍拼继续阻挡中国来拍台湾。再来关心，明仔载拜一就要开始连续5天的汉光40号演习。国防部有发布影片，展现要保护国家的决心。另外，国防部嘛有公布，昨又搁有15座中国的军机飞过台海的中线来侵扰咱的空域，也搁有中国的海警船伫咧赶咱偏误的渔船，海巡的中华舰是赶紧去介护。三军动员上气势，空军战机、陆军战车、海军舰艇接到指令，部分日暝展开行动。国军年度上重大操演，汉光40号演习后礼拜一连5日中场。国防部释出战斗片顶现守护国家的决心，今年重点无剧本去中心化，国军家庭自动化指挥系统，互强军破坏，考验官兵面临通信断联，安全执行任务。全体就要进出港部署。国军采取更较瓦近实战化演练，应应中共军事威胁。国防部20发布证实，中共将16运8架无人机顶各型主副战机，20架次出海机动15架次飞过中线甲延伸线阵地咱国北中西南甲东部空域配合共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另外也发现共军2架空72 A 型大型战车登陆人为6月下旬到达，一直伫华东外海徘徊。它可能就是借机来收集国军的一些参数，包括兵力的部署以及电子情报的讯号，包括无线电、雷达、这岸基的雄风飞弹部队，以及这个光流快艇进驻各个渔港，还有在岸上部署进行反制。中共也搁继续伫台海制造无清楚地带冲突。中国海警145控诉公务船10号出现伫海峡中线以西，对偏误渔船进行公布管理。海巡中华南警警官去介护。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彰化舰，请保持理性，不要干扰其航行。另外有渔民伫偏误击败水域，勾到一只有太阳能风帆的无人艇，亲像是美军的无人艇，用伫战游经营，目前交付海巡。由于有待调查厘清，敢是用伫海洋调查，还是军事用途？记者综合报道。
美能系统19因为更新停息出错，造成全球的电脑拢各样，包括银行、媒体、机场等等，拢总受到影响。虽然这系统目前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伫机场的作业有关是有问题，可能会造成几若天的航班停飞，也是万分。相关的经济损失甲保险赔偿嘛，拢总是问题。为全美国各地到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印度，搁到欧洲的德国、法国、荷兰，全球各地机场19会当讲是陷入混乱的场面，因为美能作业系统故障，起降造成航班系统拢无法度使用。地勤人员手动办理报到登机，时间拖延几啊倍，也出现大规模停飞甲延误。旅客毋是排甲真长，都是暗时啊倒伫机场，毋知啥物时阵才会当出发。It seems that there's a Microsoft issue and all the flights in the US are down. I talked to the Air France lady and she said that the same problem is happening in Europe and they're not letting us go through security. 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 Aware 的缩时监控画面显示，全美国顶面班机流量伫12点钟内减真济，保证达美甲联合等主要航空公司已经恢复部分的营运，也毋过延误甲取消会继续规日，因为大量受影响的乘客航班也需要消化。那机场甲航空业受害，各地交通、汇运、金融机构、医疗保健甲媒体等服务拢受影响。日本麦当劳三社门市就安尼暂时中断营业。巴黎迪士尼乐园买票柜台荧幕嘛无法度显示，造成这件史上上大的 IT 灾难。原乡并是微软，是专案公司 CrowdStrike 软体更新造成问题，随着微软作业系统故障。There is already a solution that has been found and published by CrowdStrike and Microsoft. It comprises a few steps. All system administrators around the world are probably already aware of it. CrowdStrike 执行长伫社群大文表示，问题已经较真隔离，佮安排修复定数，特别点名这并不是安全，也是服务攻击的问题。受这个影响 ，CrowdStrike 股价大波，连带造成美国甲欧洲股市也大震动。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去金门参加海基会进驻金门行政协调中心的揭牌仪式。针对着地方希望小三通会当增加航班，罗文嘉表示，台湾会大声来表示善意，推动两岸交流。不过中国迄边若是无回应，就真可惜啊。今天我们的揭牌仪式圆满成功。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甲金门县议长洪坤典等人斗阵揭牌，宣布海基会正式进驻金门行政协调中心。面对地方政府甲平台呼吁增加小三通航班，罗文嘉表示，咱经100%准备好要进行两岸交流，一个单对话善意的回应。为什么海基会要这么积极的来参加两岸共同主办的活动？就是一种100%的善意。始终得不到回应也会累了，错过时机，是不是就可惜了？金门县港务处统计，疫情进前小三通旅运人次超过196万，逐天上悬46航班。今年重新恢复小三通，到即马只有18航班，贴善意，释出善意。罗文嘉也要参加1亿登场的金 A 永渡开幕仪式。那我也希望说，透过明天金厦永渡，不是一天的活动，而是永续的和平、永续的安宁。伫金厦永渡前一天20登场的是金门海上灯影活动，早起8点1200外的受罪人直直思乡，石川河公园海湾焚火冲入海中。金门县政府也特别表达欢迎中国大陆的人来参加。特别欢迎来自于两岸三地的好伙伴们，除了游泳以外，也要帮我们拼一下经济哈。伫派人进驻金门了后，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也表示，早起马祖也会设点，佮表示台湾100%准备好，即话毋是咱的问题，是对话的。伊相信热天是真好的交流机会，希望甲对话用热情化解任何障碍。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有民众经营虾皮网络商店，伫咧2022年5月到6月期间，订单的金额有到4100多万，互国税局查到伊爱交营业税219万。毋过伊算是直直拖拢毋去纳税，即阵就互人躯体关收。请被杀18人，互行政执行署人员带走，互躯体管收。伫嘉义某一间淘宝店担任店长的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互国税局调查发现，经营网络商店却无纳税。111年5、6月间，销售金额超过4000万，因此被国税局核科营业税219万余元。经通知陈男不缴纳后，移送行政执行署嘉义分署执行。国税局调查，姓陈查甫人伫虾皮购物网经营商店，订单金额达到4100多万，伊陆续转入3900多万到个人的口座，经过通知纳税，所以各种的讲法来提示。虽然了后答应关系逐个月分期纳6000块，也毋过也无纳，而且还佫投资经营淘宝店，防认定符合管收事由。能履行义务而不履行，并有藏匿财产之可能。因此，向嘉义地方法院法官申请管收陈男。交易量蛮高的，金额也蛮高的，他们其实去缴税可能也多负担一点点，应该是也还 OK。你在这个国家内交易，你本来就应该缴这种交易上面的一些税制。根据营业税法规定，网络卖家销售额逐个月8万以内，唔免扣营业税；8万以上，无满20万是税率1%分期扣税。另外，营业额超过20万，也是经过认定有使用统一发票能力，税率5%，爱每2个月向国税局申报一摆。行政执行署提醒恶意犯罪人唔通心存投机，若无会损失佫较大。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前5个月，警方接到诈欺案已经有150件这么多。亲像伫咧台北市，就有银行员通报讲，有一个查甫人连续几若工拢去汇足大条的钱，结果查落去，果然是诈骗集团的共犯，而且佫有派通缉。另外，伫咧台中是有负责人伫咧网络交朋友，听到对方讲开刀欠钱，险险啊就去汇钱，互人骗去。这个负责人走去邮局汇钱，都惊万一步朋友无钱做手术。你莫猜伊啊，伊迄是骗人的啊！台东警方到场最后关头，甲伊冻落来。原来负责人口中这破病朋友是为网络熟悉，毋过互柜员发现汇款小户甲网友的名对袂着，怀疑有诈欺就通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蛮可疑的，类似有点像那个车手。台北市行员发现临柜的客户2天3天走去银行汇出大笔的金额，转到海外小户。警方调查，涉案的姓黄的查甫人是一个60岁车手，佮牵涉诈欺等案，早就被通缉。黄然见身份曝光后，驶向警方坦诚，徐为假冒检警司诈团车手。警方上新统计，去年诈欺犯查到有5万多人，今年1到5月接到相关报案超过15000件。面对诈欺泛滥，刑事局捌推出诈欺车手专区。过去社专区透过发布车手的相片，警民协力抓犯人，不过最后发布日期已经停伫自年4月。网站近一年无更新，警方承认上大原因是因为伫疫情期间挂嘴案，则无明显的成效。那安尼即马打击诈骗，佫有啥物款的方法呢？疫情的时候，其实有放跟没放，这其实看不太出来。但是现在其实车手确实也有增加的趋势，所以我们有在研议要再把它恢复。要打击诈欺犯罪，立法院3读通过打诈专法，不过检察官提醒，干那会刑法来看，对诈欺车手并无多加管制，建议相关行政机关也要定出处罚，完成打诈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2间人家厝长期拢囤大量的粪扫，环境真肮脏，佮生蠓虫，互厝边是真困扰。清洁队有到场强制清粪扫，隆重清出一栋外废弃物，而且嘛有甲住户开单告发。不过清洁队嘛表示，这2户差不多逐年拢爱去清3届，厝边嘛认为因清了会阁继续囤。
清洁队员进进出出搬粪扫，毋过数量实在真惊人，大量粪扫都安尼蹲伫顶仔骹。彰化市中山路有2个透天厝长期蹲粪扫甲资源回收物，造成环境垃圾，附近居民是真艰苦。清洁队原本公告17进前，厝主爱家己清掉，毋过到期限依然无清，清洁队19度强制执行。因为骑楼是属于民众通行的这个道路范围，所以它这个把这个物品蹲进在道路范围，就属于侵犯到民众通行的权利的，同时也违反这个环境脏乱的问题的。清洁队这摆出动5个队员到场清除粪扫，因为彰化县7月开始严格执行粪扫分类，所以每一地拢拍开检查分类。前后用1.5半钟才将顶仔骹甲巷仔的粪扫清掉，总共清出1.3吨的废弃物。虽然清洁队将公共区域清了，毋过2户囤积的歹习惯长年无改，厝边拢烦恼会个囤。听讲他有连续啦，连续佮继续摕，佮摕了。问题就过来啊！本来是要落去开卖玩具店啦，大家也看到迄垃圾安尼，大家倒一个要入来。彰化市清洁队表示，这2个住户常常互民众检举，每年差不多爱来清3摆，每一摆清了后也拢依法开发。毋过这2户提交罚款了后，佫会继续蹲粪扫甲资源回收物。这摆清了后，会继续甲2个住户沟通，希望因停止蹲粪扫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当年冬节咱拢会食圆仔，毋过伫咧台南归仁关庙遮，旧历的6月15嘛会食半年圆过半年节。专家表示，这个传统是早期台湾西南沿海地区农庄看到的，毋过因为时代变迁，即马就较罕见啊。为了要传承这项文化，南关社区大学阁有举办烧圆仔的活动，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起头甲果菜暖好焦匀，再搁念好一块一块落去烧圆仔。有时段会甲白果菜掺红粉，讲安尼甲喜气。民间风俗冬节才会食圆仔。不过伫台南归仁关庙这个地区，会伫旧历6月15过半年节食半年圆的风俗。南关社区大学为了传承在地文化，每当伫这个时间，会去无共社区办烧圆仔体验，并世界文化搁扣倒转来。上课我才知道有这个习俗，我娘家就有在做这个。半年鱼，这阵呢？这阵我没有在做。大家就期盼说这一天年终的时候，大家可以团聚在一起啊，大家互道平安，也跟我们祖先禀报一下，说我们这半年来拢较好诶。食半年圆的风俗，向定今年已经过一半，有祈求后半冬平安顺遂。根据了解，源头对福建漳州的先民传来台湾，也伫属受台湾府志，嘛记录着烧圆仔兼庆团圆，哪像过年同款的记录。尾少伫归仁这带，在地人指出，因为古早时代姓林的人食圆仔发生意外，自此林家人伫即天就无食圆仔。今仔食圆仔过时，爱祖先场无食啦。阮来60几天唔捌食啦。伫迄个清朝的尾仔时阵，这个习俗已经是流传着整个台湾的西部，啊，一直到宜兰，拢有这个记录啊，咱读得到的是讲6月初1咧食半年，但是慢慢这个过程中乾隆的时阵，又慢慢转化做是6月15，啊，总是讲到清朝尾仔的时阵，日本人来的是个记录。港业社会这项文化渐渐失去，地方文书工作者够当收集济资料，争取这项风俗历业市定民俗保存。上重要是因毋望通代代相传，在地人会当当年拢来食半年圆，这更加重要。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轻度风台凯米上近拜日可能就会划进咱台湾，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如果这个风台是拜3、拜4的时阵会上划进台湾，因为今仔日全台各地有关拢是好天、烧热天气。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6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特报。因为过到中南部地区，也有北部的山区，拢有机会落西北雨，尤其南部是可能会落大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至37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
东部地区27度至34度，华岛地区28度至35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